最近查到有講法咧，就話粵語係美國第3大語言，係咪啊？嗱，我哋今日都嚟講下，不過咧就要從150幾年前廣東華工漂洋過海講起啦。最早喺1784年咧，美國嘅中國皇后號嚟到廣州，帶走咗幾個廣東人，佢哋咧就係最早踏足美國嘅華人啦，講嘅咧全部都係粵語。到後來嘅加州淘金熱、台山新會等地嘅金山客咧就湧過去，咁粵語就跟住喺本地紮根，成為美國最早嘅華人語言。不過佢哋做嘅係最辛苦嘅工，仲俾白人排擠，連鐵路修完啦都冇資格去合影一張相。但係粵語咧仲係入咗唐人街，成為咗勞工唯一嘅精神依靠。更加難嘅就喺後面啦。金礦挖完，華工開洗衣店搶咗白人嘅生意。1880年丹佛排華暴亂燒咗唐人街。1882年排華法案出台，唔俾華工入境，唔俾家屬嚟。華人人口咧就從1880年嘅6萬到1940年先7.7萬，同美國總人口嘅暴漲咧就完全脫節。情況直到1943年先轉好。太平洋戰爭令到中美成為盟友，宋美齡赴美演講扭轉咗華人嘅形象。國會咧終於廢咗排華法案。雖然話每年淨係俾105個華人移民，但係粵語咧總算可以公開傳播喎。學校社團可以正經辦，二代移民都可以學。再到後來，香港嘅流行文化咧就幫咗大忙。70年代之後，李小龍、成龍嘅電影，張國榮、梅艷芳嘅歌就將粵語帶入咗好萊塢同唐人街。廣州話取代咗台山話，成為咗主流。連美國大學嘅粵語課咧都係教廣州音。但係關鍵嘅問題係，粵語真係第3大語言？當然唔係啦。個普查入邊排第3嘅咧就係 Chinese， 將普通話、粵語咧就全部夾埋一齊。咁2020年咧一共有340萬喺度用嘅。咁而單獨計粵語咧就只有100到200萬，其實仲差得有啲遠㗎。不過局部咧就可能會比較集中。舊金山非英語服務43%以上咧係粵語，普通話咧先4%。紐約唐人街老街區咧仲係講粵語，但係法拉盛咧就成為咗普通話嘅天下。2021年舊金山大學暫停粵語課，仲引發咗 Save Cantonese 嘅抗議，怕華裔嘅年輕人啊斷咗傳承。其實數字咧就唔重要，粵語裝住華工嘅血淚，排華時嘅抗爭，係唐人街課堂入邊嘅愛中國，係春節遊行嘅鄉音。佢可以生存落嚟，唔係因為人多，係華人冇捨棄呢份身份印記。喺美國華人嘅歷史入邊，粵語先至係第1大文化記憶。下次你逛唐人街嘅時候，聽見今日飲咗茶未啊？嗱，呢句唔係個方言，係跨越咗150年嘅堅持。你會唔會覺得粵語特別好聽啊？